天天开心，天天笑到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目尾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，天天就开心。今日要跟你讲的就是讲哦，咱全球的人口已经突破70亿。哦，这哦，70亿偌济呢？哎，你看咱台湾才2300万尔，有啊，70亿，哎呦，这恐怖台湾摆啊！都免生啊，人啊多着生啊，你定位哦，你唔免说哦唔。免啊，70亿安尼。啊，毋过迄是别个国家咧济啊，咱国家无啊，咱台湾这愈来愈少呢。啊，少子化吼，对啊，即摆生产拢要靠你安尼，你即个体格吼来生较济啦。哦，你这一个是我水个大是用根本机的呀，敢若咧生鸡卵安尼出一就出来。你要生唔生免苦啊？我是讲吼，哥哥身体这勇敢，你还可以，老当益壮，哇，伊国生啊，赞。伊之前啊国生一个无4岁岁嘛。对啊，4岁当然。啊，你啦，你爱赶紧生。真诶爱趁早生，爱趁早生无吼，像我你看32岁、36岁，我现在即马感觉哦，要生囝足忝的安尼。对啦高龄啦。嘿啊，当然像你咧生有真危险呢。啊，但是会烦恼去生着囡仔无乖啊，哦，迄就是教育问题啊。哎呀，迄你若自己咧好个教育，伊就袂安尼行无乖，啊无再互我教嘛。啊，即嘛是，伊负责生啦，我你即嘛是恁两个要生。我算做阿姐啦。阿姐啊，阿伯啦，你做阿姐哦，你比人较有气哦。对啊。因男朋友比较济岁啊，哦后摆教的迄个啦，反正后摆教的60外，你来讲。所以嘛是爱红坑这少年人爱就是多生一些啦吼，啊无后摆咱那少子化，啊个迄老人愈来愈济吼，啊拢无囡仔他照顾嘛就可因为较怜睁较看，佫较明显。哦，对对对真对对。正少年拢断层的很厉害，哎呦，基本断层真的很厉害。哦，你其实寡这所以因为咱补助干是？拢有补助有，奖励吗？哇安那奖励？就一日看补助偌济啊。还是啊，逐个月吗？大管期拢有补助啦。安尼哦，哎，生的越多，领的越多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。哇，安尼我甲你讲，观众朋友爱加生贵啊。可以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对你开始啦。对我开始哦，啊你知拢免咱啊？念来生，免啦，我已经免啦念你。就好去生。真的吗？啊要生进前咧，嘿，来，哎先看咱的快乐趣味的得叫。哎呀，看较开的啦，免紧张啦，才一工尔，通通无可能生囝啦。啊，我就是看袂开啦，所以我你挂保证哦，伊甲因顾好，安尼我才会放心啦。挂保证，好啦安尼我甲你挂保证好，好，我一工。好。哎呀，保证一工个尔哦。哦，迄是你咧，若别人是5分钟尔咧。好啦好啦，有看也无啦，一工就一工，你甲我顾哦。会啦会啦。哦，多谢啦。会啦哦，一工。哦。阿公哥哥，请皇茶，莫生气啊啦！啊，莫再咧加好水啦，即摆搁互你饮酸茶，我也袂瘾啉啊。哎，袂歹啦，这查某囡仔甲你奉茶，什么意思呢？嗯。就讲母亲节，还是讲父亲节，做人的囝日逝世，拢爱甲老爸老母奉茶。哦，啊我。你即马当做伊的老爸啊呢？哦，哎，阿公，我不是讲啊，伊咧生气啊啦！啊，无即马是爱我安怎做，你才会袂生气啦？你起来，哦，stand up。换位。哎呦，欠气。哎，我嘛无迄兴趣。哦，我来讲啦，你这查某囡仔人吼，哎呀袂出嫁，甲这实身边做伙，你讲真危险，我无骗你。阮同学呢？红蛇，这有迄啉过迄个洋墨水吼，这种啊足开化的，真危险，我无骗你啦。伊咧 open the door 吼，这种也袂使，我甲你讲，什么意思？足开放的就对啦，门拢开开啦。
哦，无简单嘞，你讲我哪捌英语呢？ Michael，哥哥，游子牛友，阿姑，你这敢若是讲国语呢？伊唔讲伊带牛的，对啊，你这头先有女主牛友，牛的啊，啊，对啊。哇，哥哥，你讲英语，敢若阮阿妈咧讲日语呢？哦，yes，you English very good， 袂歹啦， OK， 袂歹。哦，I 甲你考试，你头啊三你怪怪哥，咯。我要甲你考试，听起来你我甲你考试，安怎讲？你搁真讲爱一遍。甲你考试，哦，啊，哥哥，你唔知有英语名无？ My name is 秦高。哪有真狗？无爱英语名拢好爱颠倒变啊！对。我教秦英语对后壁头咧倒来啊，啊！那拢大家有当时哦，你去酒店拢大家拢叫你小群群。啊对，安那边那款。啊就亲亲笑。无啥袂歹，无啥好听。安尼我咧讲，我甲你考试，叫做天天民宿，英语名讲。哦，天天民宿啦吼，这足简单的。哦你就讲天天 hotel 就使。哦。天 hotel。就叫天天 hotel。安尼迄个开心民宿啊，唔做开心 hotel 哦。无呢？哈。啊叫 happy hotel 较好啦。啊，都要加 happy 哦。嘿啦，安尼哦。你若 happy hotel，人大家拢要来住，对无？安尼敢若开心 hotel，人个无感觉。哦，较无感觉。哦耶。我咧讲哦，你吼，后摆若要搁甲阮谈哦，安尼哦，安尼迄个约会也是要讲吼，创啥地，我咧讲爱经过我哦，啊若无我吼，真正唔帮你刷，我咧讲哦哈，是安那咧？是啊，即个人我咧保护的啦，安怎？哦。足感动的呢。哦，安尼算个你是维士哦。汤汤。He falls in love with you so much. Maybe he's a nice guy. Yes。哦，你已經去看人家看一擺哦，我講你嚟講，我就知，你嚟講，你再講嘅英語都搞咩啊？我就是你啦，你叫我來遮，我咧紅鬧鬼啊！我討厭你！小娟姐，你本性莫行出來。哎呀。阿姑，那安尼啦。免緊張啦，伊個性攏是安尼啦。你該無啥熟悉啦，若熟悉較久吼，你就感覺無啥。哦，啊，你可能有誤會款哦。袂啦，安尼袂啦。哦。來，啉茶。搞我會記你吼。嘿我若生氣，腹肚就枵。姊啊，姊啊好，姊啊我腹肚枵啊了，姊啊，姊啊好。可能伫內底咧困咧款。姊仔好，姊哦，姊我腹肚枵啊啦，姊哦。姊啊，奇怪，我哪会大腹肚好奇怪咧？阮姊佫无伫內底咧困咧。我想到啊，阮姊講要去買補品，甲我補，是講若較即陣還袂轉來。來啊啦！轉來啊！轉哪干路咧？即馬幾點啊？你才轉來哈？所以你甲看，轉來一箍人空手好下無摕半項，你即馬是去踅街哦？喊落咧，細念。安怎咩？是目睭囥喺落地，無看你隻腳着傷哦。哎呦，姊啊，你骹是安怎啦？就要買迄補品無？哦。去到菜市啊，才想着講今仔就休市。我頭倒轉來想講來咱咧超市遐吼，買就好啊。結果經過公園就叫人搶啊。是搶錢啊，搶人啊？當然嘛搶錢。哦。我就迄卡皮包哦，去人搶去安尼。我毋知走去警察叫我報案，順便吼叫人告卡，毋知會怎我轉來。哎呀，可刺激啊！拍狗佫无带念主人吼。嘿，你即摆是讲我狗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这个小死歹人吼，目睭爬无金，含阮姊也敢抢啦。若我掠着，我绝对放伊煞啦。我袂，考算我骂皇帝，即个公一堆受效了。你都已经報警啊，我叫我去處理啦。好。伊君啊。喂。添一杯茶，只下做水大。好，我來添。好，我。
姐，我跟你讲吼，你稍等一下吼，我随来啊嘿，吼，你来等哦。哎呀，好，喂等你哦。喂，哎，咱倒地，你是要去倒停啊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钱哦，人嘞，人在啦，嘿，人是走带啊哈，人来哦，你是安怎？是你休魂是吧？钱迄个麦克甲糖啦，无伫遮咧坐，人是走带啦。因两个去开房间。但一声起来讲句啊，我就知哦。你甲我讲要挂保证，要甲因顾一天打，结果你也无超过10分钟就出代志。哎呦，我恨你啦，我恨你！你是要出牌要甲调死是吧？我都讲袂完，你紧张啥物的？我即摆是意思讲吼，阮糖甲会去看电影啦。去看电影？对啦。你毋是早就知？好，安尼我做遮等你。你在等。你唔惊恁姐来找你？哈哈，阮姐啊，阮姐即摆阵有脚我来袂走啊啦。有脚袂走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煞唔知影吼，叫歹人甲抢皮包啊啦，脚受伤啦，对，讲吼喙焦吐要啉茶，你添茶叫伊啉啦。所以讲吼，阮姐这个个性就是安啦，伊若要食啥，你就要紧养互食，你若伤慢，伊就细点，敢若袂水落，你就，我就知哦，这个代志若甲讲吼，好，伊拢内操拼第一的，你看，这摆我伫咧哦，这间厝哦，天大地大，我最大，我就是老大。困啊哦，我要添一杯茶互我啉，应好，拼来才出去。真是哦，毋知咧无闲啥呢。丽，喂，丽，哎呦！安尼啦。哦，你是小狗食门控哦，一杯茶你切倒啊啦。来，坐，爱听袂？去讲的，我都袂听我的。听高群讲啊，讲你吼去互抢劫。好啊，这个。对，你讲。哎呦，这真歪歪呢。好，这个抢劫的人吼，真正，我发抓到一定会敢抢我的查某人哦。是啥物你的查某人啊？你小后别讲啥？无啦。是讲，看你知影我受伤吼，遐尼啊紧张，嘛是足感谢。是讲你安尼受伤吼，我当然会紧张啊。我看王哥迄个呢膏药袂好啦，我爱你了医生吼，注一点啊，报上吼。唔免啦，我唔是叫狗咬着啊，哪就做破伤吼？无，那迄抢劫的人骗狗搁较不如啊，当然骗狗搁较可怕。免啦，我就上两家就好啊啦。无，你无你腹肚会枵袂？我来煮物件互你食。免啦，免。我来走甲看啥物件，我煮啥物互你食吼。你若要食啥，你甲我讲者吼。好。唔好客叮当哦。好。钱啊，真我着伤，搁遮尔啊温柔体贴，愈看搁愈高兴。今日这部电影最好看的哎吼呦，，周星驰就好笑的呢。所以讲我讲爱看这部就无唔对。阿公哥哥，你断眉哦，好，我断眉来，几个来电击，哥哥啊，我Michael呢？好，Michael，你甲糖糖安怎？你讲啊？无啊。哥哥，我伫遮，我伫遮。糖糖哦，Michael 甲你安怎无？啥物安怎？我是讲，你两个有安怎无？无啦，你是咧讲白讲啥啦？我是正人君子呢，也毋是像你啊。我问你，你两个出去有安尼手牵手无？无。
一个讲有，一个讲无，到底有也无讲清楚。啊，都我要过马路，啊，莫看甲我扶咧，啊，你敢有算牵手？对啊。哪个？时间无早，你听我等伊啊。哦，好啦，我先来等，明仔载再来找你。明仔载拜拜。免来啊，明仔休困啊，永远拢莫来。明仔载过来啦。我看目睭甲你恶起， Michael，你先回去。我跳出去甲你卡起来。大哥，爱开玩笑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再你蹦着回家咧。拜。哥哥，迄阮同学，你嘛莫安尼。啊，你拢几岁啊？佮讲同学你计较？好啦，来困啦。你讲啥？啥物咱来困？你嘛莫有白讲话好无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啊时间无早，你出去规工啊吼，你好去休困啊。我坐到遮吼，甲你顾，你较袂拍走吼。我顾。嘿哦。顾嘛轮袂着你。啊，你哪会无看阮阿舅啊？哦，你阿舅哦，你阿舅都算毋知影，阮姊啊骹受伤啦，过甲照顾啦。所以永远袂转来啦。伊顾一个，我顾一个啦，两个都双对万年富贵啦。莫在后面讲话啊！哎呦，什么我伫遐讲咩？哦，阿舅，我听阿公哥哥讲，迄你一受伤，啊，敢有要紧？无要紧啦，若有要紧，我要甲带去医生馆甲做破伤风，伊就讲毋免。好，你加载，好，你加载。好。对，阿哥，明仔载吼，你对我来讲，好，来掠迄个抢劫迄个啦。要掠迄歹人。对，我若我掠着，我拍一下青椒。哦，足好打，敢伤害我会查某人对吧？哦，我都可嘿。阿舅好 man 哦。是讲哦，迄明仔载的代志，哎对。永远的代志先处理啦。呀，毋过什么代志不爱困咯？无啦，阮姊啊吼，你当时啊受伤吼，你去甲顾啊，无啦，做机会互你啦。卖咱受伤的，卖啦，无紧去好啦。安尼歹势你咧。这无定有的了，毋是你去顾我，毋只听我顾糖啊。啊？安尼这样顾一个啊。哦，安尼，我不爱顾恁做这。啊？我即摆改名，改啥？改号人生鸟，啥物意思？顾鬼，哇！我这些毋煞火烧顾了啊。全无吧？滚啊！你准备好未？我出来了。一骑出阳关，输了不胜，输不还。我有你传好啊！传好啊！嘿，不过你唱这条歌，足无格调呢。敢若要出山呢？免烦恼，我昨好好武功练几暗。有影无影？我拢看电视咧练。看什么电视？哦，我看迄个少林寺的啦，武当山的啦，峨眉的啦，葵花宝典啦，肉蒲团啦，迄落哦。你看到尾也敢若看迄足奇怪的。无，迄看到尾啊，我那会疲劳，休困一下啦。我拍两波，你看来。好来，哎呦，这首先哦，爱先运功，运功咧。这叫做蹲马步。一粒大石龟，切到两边，一边送互阮姊啊，一边才来甲送互伊。你创啥啦？无啦。阿姑。我石龟要互你食啦。无啦，当你误会啦。伊拄你练武啊，练武对阿舅看啦。嘿啦。拄练迄个太极拳无？对。就这边互你，这边互你，你都做。毋是跳钢啊？无啦，无可能啊。对，高祖满山头，见沙。啥拢无，啥拢无哈。啊是讲阿舅，恁真正要去掠贼咯？当然爱掠啊，我面子拢无你顾。对啊。即摆通州的人，大家拢知影讲你就是阮七啊。阮七啊既然受伤，我一定要替伊出面啊。对哦，一定要掠的。通州人大家嘛知影讲你就是我来做，若讲拍好掠贼，亲家弟啊，对无？我所以为出头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目睭金金送你离开，
今日要来讲俗语呢，安尼那两个咧唱歌啦。系啊，啊，你都搁想到一条歌，唔是啦，最主真要是乱真艰苦。哎呦，最主要今日的这个俗语就是目睭金金人上中哦，，跟两个唱歌有关系有啊。关系有关系。哦，我讲这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讲哦，恋爱的时阵吼，啊变甲失恋。哦，啊，你目睭金面的送，你赶紧送迄个你无缘分迄个人紧离开，哎莫有什么歹面相看啦，还是讲安怎咧恶言相。哦，这真重要啊！嗯因为你看哦，社会新闻看较济喎，阮两个分开了，查甫去共放火烧厝哎呦啊，毁容无诶，共半流生哦，这安尼就唔好真。正毋好，嘿啊！虽然讲吼，伫迄恋爱的时阵，迄糖甘蜜甜啦，嘿啊分开是会足毋甘的啦对啦对啦，但是呢，爱互相吼去嗯想着对方的好，啊互相祝福，安尼是上介好的啦。哎，安尼我有想到一首吼，迄病相思的迄个诗呢哎，呦，你要背信死过了。对，无啦。哦，来来来，那个听看嘛。门前一张相思哎札，呦，啊，是哦，相思背倒是不如人，嗯，先死来看讲无梦哎啦，啊，若是大心来看是好当当。哎呦吵够济啦，啊，搁有咧，哦，你有你爸你母拢笑笑，啊，若离开阿娘啊心爱叫，喂，你是要靠后惊人笑，面是目屎浸皮笑。哎呦，用目屎咧浸背笑，你看嘛。诶，一个是离开查某，一个是离开查甫少。哎，所以我真要食悲哀哦。啊，所以就是讲两个相爱人哦，若真正无缘分开哦，是足艰苦的代志啊，嘛爱啦。好聚好散。那当然咯。唔通安尼歹面相看啦，对尤其哦，因为恁两个好的时阵，遐糖甘蜜甜对啊，啊，免讲分开的时阵要看到互相伤害，伤害安尼就上介莫。做伙是有缘呐，啊分开就是缘尽嘛。对对对，嘿啊，安尼时间过得遮尔啊紧，着咻一个30分钟就搁到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咱今天天又开心，奉劝大家，若是讲无缘做伙一定爱啊。咦，有风度。你甲我离离合合，总是命。你啊你，听甲又签算情命。问啊问，问咱爱情安怎行？